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常常禱告，殷勤服事主。今日經文係彼得前書4章10節，各人要照所得嘅恩賜彼此服事，作神百般恩賜嘅好管家。今日嘅小故事，有一個主日，老師對學生講，教會好似火車咁，有火車頭，有座位，有笛子，有燈等等唔同嘅部分。正如教會有唔同嘅人才，發出各種功用去服侍。請問你願意做邊一個部分呢？有一個學生話，我願意做笛子，火車一到，笛子一響，叫人聽見就唔容易受傷啦。另外就話，我願意做欄杆，我睇到火車穿過馬路嘅時候，時時都會傷到人嘅，做欄杆好重要嘅。另一個就話，我願意做車廂，可以裝住好多豐富嘅物品，供應人嘅需要。有一個好細嘅學生就話啦，我願意做煤炭，火車冇煤炭就喐唔到㗎。雖然煤炭被燒過之後會變成係炭渣，被倒在路旁唔會俾人記得㗎，但係佢卻隱藏住好大嘅能力，去推動咗成部火車。我哋一齊默想，無論喺乜嘢嘅位置服侍，在人前或在人後，只要係主安排，我哋要忠心去做。響背後禱告嘅服侍，就好似係火車上嘅煤炭，大有能力，係每個信徒都應該同心去做嘅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創造我哋每個人都係獨特嘅，亦各有不同嘅恩賜，就好似身體上嘅肢體。主啊，不論我哋係身體上嘅邊一個部分，求你賜俾我哋謙卑順服嘅心，願意彼此服侍，同心侍奉你，更求聖靈帶領我哋，唔好忽略禱告嘅重要同埋服侍，因為禱告就係我哋嘅動力，讓我哋可以殷勤服侍，唔偷懶，作你忠心嘅好管家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彼得前書4章10節，各人要照所得嘅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賜嘅好管家。